有冇諗過小朋友瞓覺都可以矯正近視？等我同大家介紹呢個控制近視神器 OK 嘅一種特製嘅硬性隱形眼鏡，只要夜晚戴住佢瞓8個鐘頭，朝早除咗佢都睇得清清楚楚㗎啦。佢係透過壓力改變角膜形狀，暫時矯正近視同散光度數，原理就似箍牙一樣。除咗第二招唔使戴眼鏡之外，佢喺控制近視加深同埋減慢眼球加長都好有效㗎。臨床研究顯示可以控制近視減慢達到60%。日頭冇咗眼鏡束縛，就算跑步、踢波都唔使再驚整爛眼鏡啦。家長好擔心小朋友近視加深得太快，只要你嘅小朋友係6歲或以上，同時又中意做運動，唔中意戴眼鏡，就好適合 OK 鏡啦。視光師除咗會幫小朋友檢查度數之外，仲會檢查角膜健康同埋角膜弧度，訂製適合小朋友眼睛戴嘅鏡片。想知你小朋友適唔適合？快啲嚟預約我哋新都玩啦！